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中信嘅頻道。咁我哋今日介紹嘅呢個樓盤咧，就係位於中山馬鞍島嘅粵海城啦。咁而家我係行入到佢哋嘅展示區呢一度啊，做得比較得意嚇。我企嘅呢個位置咧，就係珠江出海口伶仃洋啊，亦都叫做珠三角啦，就泛指呢個區域啊。咁而家喺我嘅右手呢一度咧，成個板塊就係中山嘅馬鞍島，係一個長方形嘅一個島。咁我哋粵海城咧就位於佢嘅北部片區突出嚟嘅呢一棟啊，過條馬路咧對面就係翠亨大廈嘅總部啊，咁喺樓下就會有一個地鐵站口，都係成個馬鞍島唯一一個地鐵站口香山站。咁其實今年咧馬鞍島嘅價錢咧係冇點降嘅，企得都比較穩陣啊。最主要原因就係馬鞍島呢個位置實在係得天獨厚啦，因為珠三角呢個板塊喺馬鞍島對面咧就係前海自貿區。咁由我哋項目去到深圳嘅前海，只需要40分鐘車程。咁好多香港街坊比較關心嘅，去到深圳灣關口都同樣係40分鐘呢個路程。咁喺我哋馬鞍島嘅上邊，呢度係冇顯示出嚟啦，係我哋南沙自貿區。而家起緊一個亞運會嘅一個會場。非常之靚、非常大型嘅會場，所以喺呢個三角區域咧，就集齊咗三大自貿區，有橫琴啦，有南沙同埋有前海。交通上咧，未來都係四通八達嘅，特別係連接地鐵之後，無論係廣州過嚟或者喺呢度去返深圳咧，同樣可以實現地鐵站直達嘅。咁嚟到呢邊咧，就係我哋嘅沙盤位置。咁粵海城呢個項目咧，一共係有19棟樓嘅。總佔地咧係10萬平方米，19棟樓。而家賣緊嘅咧有我哋嘅樓王一棟，一棟主打嘅咧就係望海景，大概300米就可以望到前面嘅橫門水道，特別係我哋售樓部而家呢個位置出到嚟咧，對面呢一塊起緊一個紅樹林濕地公園，未來起好嘅話，落樓就會有一個公園嘅資源去俾我哋嘅業主去行啦。咁一棟而家賣緊嘅戶型咧就最細係89平，咁後面兩戶大面積咧，一個係110平方，一個係123平方，佢嘅單價會比較貴，因為樓王位置景觀比較靚嘅原因，佢嘅單價要去到17000至2萬一平方嘅，所以我哋今期咧主要推薦一啲比較有性價比嘅棟數，所以會更加推薦而家賣緊嘅7棟呢一棟。咁呢一棟咧係成個小區為數比較少嘅，會有細戶型嘅面積段，最細咧係79平方，大嘅話係92平方。佢嘅戶型價格都係做得比較好嘅，2梯5伙。咁而家賣緊嘅單價咧最平係13000幾，咁貴嘅話大概係14000幾，帶埋裝修，現時都係現樓嘅狀態。咁仲會有一個選擇咧，就係13棟呢邊。呢邊咧係一個中間價位，13棟賣緊嘅面積咧有89平，同埋左右兩條腿大積嘅係110平方。呢邊嘅單價大概就係16000至17000，同樣帶裝修咁佢嘅貴嘅原因咧，主要就係佢前面望出去全部都係我哋園林，有150米以上嘅一個樓間距嘅。咁我哋成個屋苑咧佔地係10萬平方米，容積率咧僅只做到2.5嘅容積率。係中山馬鞍島北部片區容積率最低嘅一個樓盤，綠化率咧係30%啦，咁車位嘅配比係接近1比1嘅。咁好多香港街坊會比較關心住喺呢一度會有咩配套啊？咁現時馬鞍島咧暫時配套唔係好完善但係基礎嘅一啲日常嘅生活配套係會滿足到嘅。咁我哋成個粵海城基本上一樓係冇咩底商嘅嚇，小區外圍係冇商鋪嘅。我哋主要嘅配套會集中喺而家嘅售樓部呢一棟營銷中心，未來係會做翻我哋成個小區嘅會所。現時已經有幾卡嘅商鋪已經做緊裝修㗎啦。咁佢哋做緊嘅咧就係未來我哋小區嘅一個生活超市啦。咁所以住喺呢度咧，你落到小區門口，基本上可以買到你所平時用到嘅一啲日常用品。咁除此之外，交通上住喺馬鞍島都係會比較方便嘅。最緊要係近深圳。咁我哋呢一個小區門口咧就會有深優巴士，係可以 call 巴士過嚟接你嘅。咁由我哋呢度咧去到馬鞍島嘅人才港，跟住轉翻深中互通巴士，就可以去到深圳灣嘅地鐵口啦。咁大概用時咧都係喺30幾分鐘呢一個時間嘅。所以如果有香港嘅客戶
比較想要買一個近深圳嘅地段嘅話，又想要望到靚景觀，價錢唔好太貴，現樓國企有好啲嘅品質，咁咧你可以去考慮我哋粵海城呢一個屋苑。而家咧就帶大家去佢嘅實體樓嗰度去睇一睇。OK， 而家我哋就嚟到7棟嘅27樓一個鳳凰層睇翻佢嘅示範單位。咁7棟咧係2部 lift 配置5伙單位嘅，梯戶比咧可能會高少少，但係咧佢喺層數上係做得比較少啲嘅。27樓已經係鳳凰層啦，頂樓就喺28樓，咁就變相咧係降低咗佢嘅呢一棟嘅容積率啦。一共咧5套單位，有4套都係細面積嘅79平。咁我哋而家先睇下79平佢嘅一個交樓標準先。呢度係做到2+1房嘅。而家呢一套咧就係收樓發展商俾到你嘅一個裝修。79平有2個朝向呢一套咧係東南朝向，仲會有一個西南嘅朝向。咁價錢方面，西南嘅朝向會比東南向咧稍微會平少少。咁好似我哋而家睇嘅呢套東南朝向嘅79平嚟到總價咧就大概係110萬左右。咁睇到佢呢個交標啦，都係算比較高嘅。特別係呢啲位置啦，好似佢3段式嘅洗手間呢啲鏡櫃都係用咗速平嘅一個帶有床單嘅鏡櫃。咁嚟到呢間房咧，佢係一個陽台佈建嘅，就偷咗一半嘅面積俾你。但係好多時咧，啲發展商係唔會裝修呢間房嘅，因為佢佈建嗰陣就係唔會裝修嘅。咁粵海城佢喺佈建之後咧，同樣都會幫你裝埋呢間房，做埋封窗。而且用到嘅玻璃咧，全部都係雙層嘅隔音玻璃。最入邊咧就係主人房。咁就做到3開間都係朝東南嘅。咁而家我哋就移步隔離嘅呢套單位，睇下擺上家私電器做完創意嘅裝修之後，大概嘅效果。入門口咧，佢呢個凹位做咗成個到頂嘅收納櫃俾你，作為鞋櫃。咁咧佢就係改成一個開放式廚房。喺呢邊咧係做咗一個中島台啦。咁79平方，其實佢呢個廚房嘅位置係做得比較大啲嘅。可以睇到呢一啲位咧係會比正常嘅樓盤佢做得高啲。呢個星盤嘅位置，因為下低咧佢係一個飄窗，所以佢係利用咗呢個贈送面積去完成我哋廚房嘅一啲功能分區。客廳嘅開間係去到3.1米，係參客等寬嘅。咁呢邊咧，佢係做到餐邊櫃啦，以及電視機嘅背景牆。呢一套示範單位佢用到嘅顏色搭配咧，都係偏暖色嘅，所以睇起身就非常之溫馨。咁喺我哋 sofa 呢個位置坐低望出去咧，你可以睇下我哋陽台嘅景觀，一個東南朝向嘅園林。咁同埋呢個位置咧，前面睇到橫門水道，所以係非常開揚嘅。咁展示出嚟嘅成個園林落成後嘅效果係非常精緻嘅。入邊咧唔單止有我哋嘅泳池，有兒童遊樂區，仲會有一個好大嘅沙池。咁係好少有發展商會做一個沙池出嚟嘅，都算比較有特色。咁睇翻正區嘅佈置咧，就有3個房間，1個洗手間而家行入嚟，帶大家睇下佢嘅裝修。有好多定製嘅元素啦，包括呢個榻榻米佢係利用咗我哋好大嘅飄窗。咁旁邊嘅呢啲位置咧，又可以做翻一啲衣櫃包括我哋榻榻米下低咧都可以做到收納嘅。平時過咗冬之後嗰啲被就可以收藏喺下邊。呢邊咧又係成排嘅櫃。中間呢度咧洗手間啦，過到嚟呢間房咧就係最細嘅嗰間陽台房。咁因為2+1房，所以呢間房做書房係最舒服嘅。有個鬼角視野，好大嘅採光面。好，咁而家睇下最後一間房，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咁呢度入嚟咧，呢邊咧係做到成排嘅到頂衣櫃。咁會有一半嘅面積咧係用嚟作為一個化妝台啦，可以俾我哋女主人喺度化妝嘅。咁擺到一張1.8米嘅大床可以做到3邊落床。
呢邊咧發展商好實在嚇，就算係示範單位，佢用到嘅床咧，佢嘅 size 佢係唔會縮水嘅，俾你非常直觀嘅睇到你佈置完嘅效果。咁而家我哋去睇翻成層最大嘅面積。Later 嚟到呢邊咧就係成層最大嘅面積，唯一一套嘅92平方。咁佢做到2+1房，同時係南北通嘅戶型。實用率咧係高達100%嘅。咁大家可以去對比下馬鞍島北部片區同片區幾個樓盤咧，唯一一個係做到100%實用率而且90零平方就可以有南北通透嘅，咁就只有粵海城呢一個戶型入門口嘅呢間房咧就係結構連板，完全嘅一個贈送空間。雖然話冇咁市正，但係做一個興趣房係完全 OK 嘅。咁我哋客廳開間咧係去到3.3米嘅，所以入到嚟咧你感覺佢一啲都唔似92平方。咁睇翻後面呢度咧有成面嘅一個採光面啦。呢邊咧係西北朝向，主陽台係東南朝向嘅。咁個廚房咧喺92平呢個積嚟講咧係利用到極致嘅。大家睇下呢個空間，似好多樓盤咧係要去到81平先有咁大嘅廚房嘅。咁過到嚟呢邊咧，主陽台佢嘅方位係東南向嘅，而且係一個6米長嘅長陽台，因為中間啱好有條罅啦，所以佢嘅樓距係足夠嘅。咁過嚟呢邊咧就係我哋其中一間客房。咁正區呢度咧就2間房一個洗手間即係加上我哋入門口嘅嗰間結構連板贈送嘅房間，就會有3間房。公共洗手間咧佢係做咗喺呢邊嘅，一個打橫擺嘅一個間隔。咁入到我哋主人房咧，佢會有個玄關嘅，所以我哋主人房都有一定嘅隱私性。佢嗰邊咧係可以做到一個衣帽間嘅，即係兩邊都可以做衣櫃。咁主人房嘅廁所咧採光都比較好，因為佢兩邊都有採光。OK， 咁現時呢間屋咧，佢計到總價就135萬左右。粵海城針對現階段咧，佢會有個細面積嘅低首期咁好似我哋7棟咧，其實成棟嘅單位都係屬於細面積嘅，首期就只需要俾5萬蚊就可以上車啦。咁其餘嘅房款咧就全部月供。咁呢排如果大家有關注馬鞍島嘅屋苑啦，想要買一個近深圳嘅位置，咁想要景觀好啦，面積唔好太大，間隔咧又做得靚嘅，咁我覺得可以往粵海城呢邊過嚟睇一睇。我係公仔，歡迎大家約我睇樓，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